谢明兰。俗语有一句结句话讲：乌人食火炭，意思是乌食乌。新竹县的警方追踪一件可能是诈骗集团乌食乌所引起的人掠票案件。去年12月29日，伫台中沙鹿进行的围捕的时阵呢，开11层1万号嫌犯走去，经过1礼拜总算破案。其实是一天早起6点38分，被害人报案了后，伫2点钟内就已经被掠票。伫警方追踪车牌开枪掠嫌犯的时，死者早就被带伫苗栗后人的山区，迄阵呢冒找到被害人的遗体。警方持续追踪，昨掠到3名嫌犯，这3个嫌犯已经被收押禁见，另外2个走出国的嫌犯已经被发布通缉。民警今日超商锁定姓谢嫌犯，水甲人铐起来，因为就是涉嫌掠人杀害，甚至赛车弄警方的嫌犯之一。29号，民警勒缴掠人的车辆，当时伫台中沙鹿2台警车伫前后包抄破窗攻坚，不过嫌犯竟然赛车去弄警方车，警方连续开11枪，人钥匙去走去。不过事后成功掠到3个人，不过2个人煞早就出境。歹徒的车辆停留在沙鹿2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同仁再返回，沿他的路线返回，在后龙附近的草丛里面发现被害者尸体。被害人恐惊早就拄着不幸，警方去苗栗后龙山区，果然找到被害人红带起来的土堆，嘛进一步找到嫌犯等伫水沟仔内底作案穿的衫裤。根据了解，被害人迄天3点外转去，互5位卖好的嫌犯掠走。6点38，伊趁机会敲电话报案，甲警方讲伊的车牌。不过警方根据 GPS 定位法，嫌犯8点外就离开现场，怀疑就是这段时间人互杀害。后续又去台中沙鹿开枪围捕，嫌犯赶紧甲车单掉，所来就坐接应车离开。被害者车上有60万现金，那他们拿到之后，那5个犯嫌把60万现金同分，可能金钱纠纷啦，我们这部分我们还在继续查证。姓陈的被害人长期伫台中做诈骗，无排除案件甲乌食乌有关。不过明明已经敲电话报案，警方伫占地点的时，所无法度救伊一命，2点钟内就抬死。破案时间1分1秒拢真重要。目前嘛已经尽全力要掠出出境的嫌犯，嘛进一步来了解详细案情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